个明朝落，阿哥个15么我16，阿伯爹我坐在门头哭，隔壁有位三阿小，连忙过来问我咯，侬我是受吃，我是受福，为啥会坐在门头哭？阿爸爹自家话，我一不受吃，一是不受福，独受个宝贝一块个肉。三阿嫂没几家话，叫我阿爸没不要个哭。杭州有个观音阁，命我阿爸去问好了。阿伯爹个听来道理足。家里个铜钿么3有6，个亭林旁个旁廊亭，一走个走到杭州古城有个观音阁，辣早店里么去大肉，大肉店里去买绿竹，绿竹个钱丝会到头剁。叫个当家师傅养家养为独家个读，当家师傅自家话，侬我是门吃，我是门福。阿爸爹自家话，一不门吃，一不门福。独门个宝贝一块个肉，当家师傅排家排为独家个读。三兄四弟嘛着落，对顶独子嘛稳笃笃。阿伯爹个门户为好了，阿母娘个肚皮要发作，1月个2月嘛发高烧，3月4月嘛胖足足，5月6月嘛胃动作，7月个8月嘛烧鸡泡。9月10月个不隆个咚，采下宝贝一块个肉，没给个篓子我叫天刀。隔壁有位三阿小，心想讨碗面吃吃，拍马屁没小汤喝，一个不小心。为吃掉了3根个茅草哦，哎呀茅草哦，哦哟，呸！我个名字叫做王娃，王娃就是我个名字不叫王娃，阿伯爹娘啦，把我生下来，我让阿母娘下来，王娃儿啦。自从侬生落来到抢起来，还别人都娘爸都会叫，我为家从来都没开口叫姓亲娘了。我亲啊，真是个，还我个娘把我养了铁长铁大，还别人都会叫我家没非叫，我也会叫。我讲阿母，我个娘哎，不晓得阿母娘个举头一捏，眼睛一闭，今年龙王阿不去哦，还又过了个3、4年，我爸讲嘞。王娃儿啦，自从侬娘死后，爸本养了铁长铁大哦，多少辛苦，又当爸又当娘，我为家从来没开口叫我一声亲爹了。请我亲啊，真是的，我个爸对我养了多少辛苦啊！请我讲要叫，我讲爸，我个爹哎，不晓得我个爸什么小眼一闭，不啦，已经你我也不去哦。还叫姓爸死哦，叫姓娘死哦，不得多个人了个，还日过日没办法喏，讨饭过日子个，讨得来没吃肚饱，讨不来没眼没高。今日子啊那干嘛？哦喏，啊喏，后生光谢谢哦，我给你贴好不，2岁贴好本老一套17、8给哦。挺客气哦，个么子我看来进度对个，俺那都小好哎。